係，喂，姐姐你好，係哥哥你好，姐姐你叫咩名？我叫 Annie 哥哥，你今日幾多歲？我而家51歲，你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？我有2個女，幾多歲？32歲同埋29歲。啊，你之前喺香港做嘢，有幾多個僱主？有幾多個老闆？我以前喺香港做嘢有3個老闆，三個老闆。第日個老闆喺邊度啊？第一個老闆係國瑞皮嗰邊，喺個菲律賓。OK，幾係耐啊？幾多年咧？4年，4年兩個合約係咪？係啊，2個合約，照顧咩人咧？照顧小朋友同幾多歲？埋清潔屋企，12歲， 12歲。係。OK，跟住咧，第二個僱主，第二個老闆喺邊度？第二個老闆係國瑞皮，照顧老人家，照顧老人家，係幾多歲啊？公公差唔多80幾，同埋婆婆70， 70。係公公健唔健康啊？公公唔健康，公公有中風，哦，公公有中風。OK，喺係嗰度幾多年咧？嗰度差唔多3年合約，但係唔悶，5年係咪？差唔多5年。差唔多5年，哦5 ，OK。年幾啦，點解唔做啊？係。點解婚姻嘅？點解唔做啊？因為我個女要生，要做手術啦，要生 OK， BB，生 係啊，BB，你婚姻呢？係佢叫你婚係姻呢，係咪係啊，我個女叫我翻嚟嚟， ？OK，跟住咧，第三個僱主喺邊度？係 sorry，第三個喺邊度？第三個係荃灣，喺中環，幾多年啊？係荃灣有4年， 4年兩個合約。係啊，2個合約，OK，照顧咩人咧？照顧婆婆，婆婆幾多歲？係婆婆差唔多80幾，但係又健康，好我健康。精神。有冇細姐啊？有時是啦，有時是有細啫。哦，你識唔識煮中國餸？你識唔識 Sorry，煮餸？你識唔識煮餸？煮中國餸？我識啊，我識煮中國餸。煮啲乜嘢？有切菜啊、炆雞啊、蒸魚啊、煲湯啊咁樣。煲滾係湯。煲滾湯，煲湯兩個鐘咁樣。OK。你識唔識係 講英文？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Yes, I can speak English. OK。你識唔識普通話？普通話一點點，一點一點。OK。差一點點。OK。你識唔識煮肉？唔識，可以唔可以但係我可以煮肉？煮，哦我可，OK。以。好啦，唔該晒，姐姐，拜拜。係哥哥，拜拜。